第22章第1节，大卫就离开遐，走到亚杜兰的洞，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全家听见，就拢落去到伊遐。见若困迫的、欠债的、心内郁卒的，拢聚集到伊遐。大卫就做因的头。我以的约略有400人。大卫对遐去摩押的米斯巴，甲摩押王讲：求你容允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出来，踮恁遮徛，听候我知上帝要甲我怎样行。伊带因到摩押王的面前。大卫踮伫山寨的时阵，伊的爸母也踮伫摩押王遐。先知加得甲大卫讲：你毋通踮伫卫所，着去犹大地。大卫就离开遐，去到哈列的树林。扫罗伫基比亚的拉玛，坐伫随时柳的树骹，手捻夹枪，正人神围雷伫伊的左右。扫罗听见讲，大卫甲地的人，互人拄着。扫罗就甲为伊的人神讲：便雅悯人啊，恁着听亚西的囝话用田甲葡萄园，互恁逐人嘛，话设立恁逐人做千种8种嘛。恁竟然三甲计无攻击我，我的囝捌甲亚西的囝结约，无人报我知。恁中间无一人可怜我，我的囝到说我的人神攻击我。当等我亲像今仔日的款，恁拢无报我知。迄时以东人得益，徛伫扫罗人神的中间，甲伊讲：我捌看见亚西的囝到罗别，到阿希突的囝阿希米勒遐。第10节，阿希米勒退伊问耶和华，佮互伊食面，也用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互伊。王就找人调阿希突的囝祭司阿希米勒，甲伊老爸全家，就是踮伫罗别遐的祭司，因就拢来王遐。扫罗讲：阿希突的囝啊，着听！伊应讲：我的主啊，我伫遮。扫罗甲伊讲：恁正事甲亚西的囝计无攻击我，你竟然用饼甲刀互伊，佮退伊问上帝，互伊起来攻击我。当等我亲像今仔日的款。阿希米勒应王讲：你的人心中之水话比你大笔的尽中啊！伊是王的囝婿，佮做你的参谋，也伫你的家中是尊贵的。我检视对今仔日才退伊问上帝嘛，我决断无迄号意思。王无得用什么规伫罗卜，甲我的老爸全家，因为这一切的事，无论大小，你的罗卜拢毋知。王讲：阿希米勒啊，你甲你的老爸全家拢的确着死。王命令左右的侍卫讲：恁活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因也帮赞大卫，佮因为因知大卫逃走，竟然无报我知。总是王的人神毋肯伸手拍死耶和华的祭司。王甲得益讲：你活转去拍遐个祭司。以东人得益就活转去拍祭司。迄日太师穿有地布的以弗得85人，佮用刀拍祭司的城，罗别其中的男女、囡仔、食恁的婴仔、甲牛、驴、羊，拢用刀杀死。第20节，阿希突的囝阿希米勒有一个囝，名叫阿比亚他，脱离走去缀大卫。阿比亚他甲大卫讲：扫罗有杀死耶和华的祭司。大卫甲阿比亚他讲：迄日以东人得益伫遐。我知伊的确话甲扫罗讲：你的老爸全家失落性命，拢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你着甲我住，毋免惊，因为孝想我的性命的，就是孝想你的性命。你甲我住，会得到保全。第142篇，大卫伫洞内的时，做这个教士的诗，也是祈祷。第1节，我出声后叫耶和华，出声恳求耶和华。我伫伊的面前吐出我的苦情，
我伫伊的面前排列我的患难，我的神伫我的内面分去的时，你知我的路，伫我行的路，因为着我暗钱张活斗，求你按我的正面来看，因为无人捌我，我无地通躲闪，也无人看顾我。耶和华啊，我捌对你哀求，我讲，你是我躲闪的所在，伫活人的地，你是我的基业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求救，因为我落到极低的位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求你带我出家，我就通学乐你的名。义人要为我，因为你用恩典款待我。有亲像是毋是伫咱工作的时阵的情况共款？毋是讲我带领一群有能力的人，颠倒是我家己拢真软弱，搁来面对一群真软弱的人共一样。但是你敢知，伫迄个时阵的洞穴，黑暗的洞穴内面，上帝要来训练大笔来真做领袖。所以大笔毋是我靠伫风宫当中所训练的，颠倒是伫黑暗的洞穴内面当中，学了来怎样信靠我靠上帝。就是伫迄个黑暗的洞穴内面，上帝无弃绝大笔，颠倒互伊伫遐来学习怎样真做一个有领导的能力、优秀的领袖。大笔有写了诗篇142篇第1节甲第40部分。我出声后叫耶和华，出声恳求耶和华，求你按我的正面来看，因为无人捌我，我无贪得闪，也无人看顾我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也捌敢有这样的时阵，亲像身边无人真正捌你，也无人会当来支持你？但是你敢知，洞穴毋是死亡，颠倒是上帝的学校。有真多的时阵，毋是伫真光的教室内面成长，颠倒是一个伫黑暗的时刻内面来相信、学习、倚靠、信靠上帝。伫7月中的时阵，阮的公司拄啊发生一件，就是火烧的时阵，火烧拍火车来2逝。到尾阮来去检讨的时阵，拄啊发现就是讲，阮的搁的变电站咧出来的时阵，的系统出问题，造成即届的火烧安尼。伊讲拄啊发生是咧透早差不多1点半的时阵，就打电话来讲，庄正那个公司发生火灾了这样子，然后就停电，就叫我去公司安尼。去了后，到尾主管嘛马上到，因为阮主管住咧附近所以讲伊嘛真紧来赶到公司安尼。阮就伫当中就在找遐个问题，顺续找阮公司有配合的迄个高压的公司来，嘛做伙来参与伫即届的即个故障的事故内面，去查遐个问题。查了后，到尾想讲应该是会当搁定上就会使到尾搁定上时阵，原来搁爆炸安尼是吼。所以连续线上3届，3届拢崩安尼。所以讲伫迄中间，阮就搁去规站，搁为逐层安尼吼，落去查讲阮迄个高压的系统倒遐出问题。到尾查到要中昼的时阵，想讲应该是无问题到尾搁继续送，搁送2摆嘛，共款崩2摆去安尼。到尾想的讲，安尼袂使。到尾就甲阮的厂商来讨论，搁看讲即个物件要安怎用。当时我的心内就想讲，主啊，当我拄到即个问题，要安怎来解决呢？我真困了，为透早就起来，无未困啊，就是到尾伫这中间也感谢主啦吼，就是讲拄好，阮的厂商伊有一个老师，敢若像阮爸爸迄个会所安尼，伊算讲较有经验。到尾就想讲无开去，就是对于阮头单的部分有各种仪式，就是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那个部分阮就甲伊汰除掉，直接换迄个高压的线来，直接甲迄个系统来相接安尼是。
就迄个中间来接，啊，到尾伊嘛紧急去甲阮的，伊算讲去甲迄个线的厂商紧调线来。所以讲，伫迄天内面拄好舞到差不多一天的凌晨，差不多快要1点的时候，才正式甲迄个电拢完成安尼。所以讲，拄好一天大安尼吼，拄好甲即件代志会当拢处理了完成。啊，阮的主管营运长啦，营运长伊讲其实伊暗暝都来啊。就来了后，就讲我们这天公司的损失大概1亿这样子。我想说，哦，1亿这样子，对。但是这我也感谢主啦，唔是讲金钱的问题，但是就是讲在这个处理的中间当中，就是讲主的保守啦。虽然讲这中间有真多挑战，技术上的挑战，还是说在现实的一些能力，还是在施工上面的一些挑战这样子。因为主管嘛是想讲，你一工看会当紧处理好势，较袂互公司会当损失搁较济啊。所以讲，在这中间也感谢主讲，伫即届的危机的内面，互我会当顺利来完成安尼。啊，阮的主管也真欢喜讲，哦，过两工会当上班，会当打卡安尼是，对对。煞只咱啊，过来继续看咱的经文内面，恁是毋是也有捌伫阿多兰当中的当中失落，无互重视？感受到无互理解，但是洞穴毋是结束，是训练的开始。上帝也常常伫黑暗当中训练未来的领袖，亲像伊训练大笔，也是咧训练咱。兄弟姊妹，咱毋知影明仔载，但是咱知影带领明仔载的上帝。中心无一定有奖赏，但是上帝拢有看见。无人看中我，但是上帝拢有听见。第22章煞接记载一件真令人惊吓的代志，就是这是阿希米勒帮赞了大笔，煞去互扫罗王怀疑是一个反叛者。结果是啥物？扫罗下令屠杀这个祭司，连同85个，规个祭司城拢抢灭掉。不管查甫的、查某的、老的、少年的，连真生也拢无放过。这是一件宗教的屠杀，也是权力的暴走，是中心人的牺牲。这互咱想到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所讲的，为着伊不受困辱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你也可能因也捌经过对着的代志内面来吃亏，你嘛有可能伫咧教会、家庭、工作中忠心重视真久，煞无互看见。但是伫遮我鼓励恁，上帝拢有看见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，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学乐。这是记载伫诗篇57篇第7节的部分。这是代表伫洞穴当中所写的诗，伊毋是伫安全、伫平稳的时阵所写在学乐的诗。天道是伊伫逃命、逃亡的时阵所写出来。你是毋是也愿意伫困境当中，由原来选择学乐、信靠？这是你信心的美丽的见证。煞接要过来分享啊！就是讲，我阮公司的代志。我的主管这届啊，这届有要搁提名，要搁提升我的那个职位这样子，对。但是这个代志已经讲足几年啊，毋是今日来讲。但是我无囥在心肝内啦，我是讲甲这个代志甲上帝讲主啊，我的主管要搁提名，我讲要来晋升我的职位这样子，对。但是我毋知安尼是好还是毋好啦，因为我已经在公司已经15年了。就是讲，伫这中间，伊拢真平顺、真平稳安尼来经过。但是我若有缘，伫遮也有甲这件代志放伫迄个祈祷当中安尼是对。嘛我的中阶主管是咧甲我讲，因为你这次的表现很不错，这样子有帮公司挽救了这个电力的工程，这样对。那搁拄好，我的迄个执行长，我们是那个算是刚到任的执行长这样子。所以说他
他看到这件事情，他觉得说，这群公务还真的还蛮有能力的这样子，他觉得啦，对。所以说，伊就是为了这个代志，就是有在讲在搞我提名这样子。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，在这中间过去嘛有提名过，但是我就是讲在这当中就是放在基督内面，我唔知未来是不是会当晋升啦吼。但是犹原放在基督当中，也求主来保守。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，犹原就是在每一天内面啦吼，在工作内面，就是讲尽心尽力去做你的本分。唔当去讲你为着讲干那要升职等，但是你拢无咧做事安尼。对。所以讲在这中间，上帝嘛是咧教导咱讲，虽然讲爱认真拍拼，就是讲在这工作内面，但是咱嘛是讲会当享受讲，若有晋升的这个部分，会当去努力这件代志安尼。在这个世界中心的人，嘛有可能会受苦，但是上帝拢有看见。对于年长的兄弟姊妹讲，你过去伫家庭、伫教会忠心忠实，即使无人来甲你学老，但是上帝拢会记你。毋好因为苦难当中来怀疑上帝，因为伊犹原伫背后成就伊的计划。伫选择当中来活出信仰。撒母耳记上传22章，也互咱会当看到几个人物的选择啦吼。扫罗伊就是选择怀疑、掌控、财欲，失去了理智；多益伊选择讨好权利，对人讲无好的，换出家己的好处。这四位呢，他是说知道不对，但是不敢出声。代表的部分虽然家己在逃亡，绝对来投靠伊的祭司阿比亚他讲：“你甲我大，毋免惊，因为孝顺我性命，就是孝顺你的性命。你甲我大，会得到保全。”这句话是毋是互人来想起着主耶稣？因为咱所有的祭司头是袂会体贴咱拢总的软弱。就是平凡事平平有受气，那是无罪。代表是一个亚坎者，但是主耶稣是最后迄位替咱亚早的亚坎者，伊也捌互误解、互伤害，所选择为咱遮风挡雨，甚至上了十字架。今日咱伫家庭、工作、教会当中。也常常需要做选择。我要来选择做扫罗，还是要来做大卫？我要亲像多益，还是要来亲像咱的主耶稣？这个选择每一天拢在发生，咱的性命也是在这个选择当中来塑造。而且我过来问讲，咱即马阁有咧参加 RPG 的人也少。感谢主呢，还阁真侪人。我本来想讲会愈来愈少，因为我逐年拢会问即件代志。感谢主啦！就是伫每一届的 RPG 内面啦吼，会当去听到咱的兄弟姊妹所分享的，不管是咧工作，还是咧生活，还是咧信仰上顶面。就是在每一届的这个分享内面，咱会当甲伊做伙参与，就是在参与的当中，会当甲伊会当有一个平衡啦，就是平行的时空内底，会当做伙来甲伊学习，也是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，咱也心内底嘛是甲伊做伙艰难困苦，也是拄着欢喜喜乐的代志，咱嘛会当甲伊做伙喜乐欢喜安尼。所以讲，伫这几年内面，甲遮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伫 RPG 内面，我是感觉讲。当然，一开始我的心内都有真侪挑战啦。就讲我毋知会当来甲因讲遮个信仰的物件无。另外一项就是讲，我敢会堪得参加即个 RPG 这内面。有当时会感觉讲咱家己无够野，有当时会感觉咱无够信心，有当时是讲咱对于咱的信仰无够坚定。所以讲在这中间有真侪挑战啦吼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讲。伫每一届的祈祷，每一届的读圣经内面，
咱的主上帝总是会对这圣经当中，互咱会当更较深的明白、甲学习。像是也是伫祈祷内面咯，咱会当甲主有这样有真好的交陪、甲沟通安尼。主总是会对无共款的所在会替咱提醒，就是讲对这兄弟姊妹的生活、工作，也是咧信仰上的什么需要，会当甲因做伙来分享，会当做伙对咱的生命当中，会当甲因会当更较侪的交陪安尼。所以讲感谢主哦，互咱会当有够的信心甲气力，会当搁继续行落去，会当对这 RPG 内面的互动内面，会当互咱的教会会当搁较增长，搁较来会当来邀请侪兄弟姊妹会当投入这个 RPG 这个活动。因知影上帝的生命当中的作为，上帝拢无离开因。伫咱的家庭、工作、教会，咱亲像啥？咱有时也是毋是会亲像扫罗，会当容易来怀疑人，掠着权力毋愿放。咱是毋是会亲像道业一样伤害别人？只是讲干那要为着要保护咱家己。是毋是愿意选择亲像大卫甲耶稣迄款的亚看者、保护者，带人领人来归向伫咱的上帝？世界会失控，但是上帝袂失控。伫大卫的当下的路，这时的牺牲，看起来是一场混乱，其实上帝拢无离开。上帝在中学当中来训练未来的王，上帝也互会当生存落的阿比亚他，后来会当来成做代表王朝的祭司。上帝也预备迄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，伊也经历过逃亡的逃难，甲误解、十字架，但是伊完成了救恩。恁是毋是也当在经历一段混乱，一段看起来亲像是一个失控的这个阶段？今日透过上帝透过大卫来讲，你到我大，毋免惊，因为孝顺我的性命的，就是孝顺你的性命。你到我大，会得到保全。也透过诗篇第142篇第3节，甲你讲，我的神伫我内面分去的是，你知我的路，伫我会行的路，因为着我暗中定活掉。无这刻你毋是咧逃亡，嘛有可能是咧逃避压力、病痛、家庭的难题。今日主要对你讲，你知我所行的路，你伫我遮会当得到保全。伫最后，我要来感谢兄弟姊妹哦，对陈恩的大道的部分。陈恩其实伊去波兰啦吼，伊波兰伫遐，伊对咱台湾飞去到香港啦吼，香港搁飞去到德国，德国搁转机去到波兰安尼是对。算讲伊即届飞有飞会当坐三台飞轮机安尼是对，去到德国安尼，去到波兰。这是伊的迄个7月份的迄个心得报告啦。伊逐个月拢爱甲学校报告，讲伊伫遐所学习的。伊即马伫遐的部分，都是咧做双 B 啦吼，双 B 的那个汽车的那个电池的部分。伊主要是即马咧学习，就是迄个品管。伊咧品管的部分，就是咧看因为即马伊伫遐的主管是中国人，伫遐伫生产线的人是越南甲波兰人啊，就是真趣味啦吼。所以讲伊去遐毋免讲用真侪的英语啦吼，连倒是伊咧产线的部分，才爱去用着英语部，会甲因沟通啊，就是。因伫遐就是咧看因所生产的电池，或者品管的部分，看因所做的物件是毋是有合规定。伊伫顶礼拜拄好有拄着迄个宾士的原厂的工程师啦，有去因工厂去参观，讲看因所生产的这个电池。做了好啊，无好安尼，甲因做伙看生产线，才会生产的物件。这是伊伫波兰的工厂的迄个大门口
啊，伊底下的天气算讲还蛮干燥的，不会说很潮湿，所以他脸上的痘痘不会很多。啊，这是伊伫个生产线哦，伊伫遐伫看因的产品，啊，伫看产品的一寡零组件，伊所做的物件。啊，这是伊的宿舍啦吼，因为伊即马住伫伊的工厂外口，大概10分钟的车程。啊，伊算讲早起就7点就出门啊，啊，出门了后去到工厂，啊，工厂真好啦吼，算讲拢有传3顿互因食，有早顿、有中昼顿，甲有暗顿安尼是。啊，有时啊暗顿伊若无伫遐食的时阵，伊就倒来伊的宿舍。啊，伊的宿舍的附近啊，佫算很热闹的区域。对，算是一个小城镇的地方，啊，伊伫遐咧食的物件啥，啊，佫真方便。所以讲，往下来看伊咧食的物件，佫敢若咱去意大利面店啊，还是讲去披萨店啥安尼，因咧食的物件大约都是安尼是。对。啊，伊距离伊的车程的部分大概10分钟啦。所以啊，伊遐天气算讲都还不错，偶尔会下雨这样子。啊，伊住的宿舍是伫伊的迄栋公务处的上厝尾顶安尼是，所以伊的厝尾顶会当看有一个天窗真趣味，会当打开天窗之后可以看外面的星空，然后又可以看外面的风景这样。啊，伊内面的宿舍有住着越南人，因为他跟越南人他们是一样同公司的一个同事的部分，对，所以他们的公司的那个成员的组织还蛮奇妙的。然后波兰人也是在生产线，他没有在里面当主管。那陈根伊即马就是讲伫遐的生活，啊，佫真平安、真顺遂安尼。啊，伊即马8月份的部分，伊可能会佫去转其他的部门来去做实习。好，以上感谢主，谢谢。咱做阿头来祈祷，想要主阮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你的带领甲看顾。互阮伫每一个当中，会当有较侪的时间来甲你相亲近，会当有较侪的时间来使你相近我。借着今日所分享的一切，会当真做咱兄弟姊妹的帮助。互咱伫每一日的当中，会当亲近主；互咱伫每一日当中，会当更较勤读圣经；会当互阮伫每一日当中，会当甲咱的主上帝更较亲近。来求主你保守看顾，伫未来每一日内面。检测有侪挑战征战，但是阮无得惊，无得错，因为主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阮的倚仗，保守陪伴伫阮头前的路中，也互阮搁一摆专心倚靠，感谢主你的恩典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